台南议会观察联盟4日上午伫奉茶18毛茶屋召开记者会，由第4处定期会宾干召集人陈佑维、台南公民智库执行长黄建龙、新台学代会议长高木轩、台南亲子公学召集人罗清珍等人共同出席，公布这次大观察议员的名单。那时候上加15位议员，上加是这谢旺才艺人无党籍谢旺才艺人也分首席16.12份。那上面10位议员分别是从国民党的谢龙介、民进党的郭兴华、无党籍的吴玉涵，一共是这15位。台南市议员执行预算审查，应该要担负起为人民权益监督市政的责任，为人民把关预算的编列。那市议员的职责包含出席定期会议、质询市政、研究提案、预算审查，来监督地方政府。先无爱伫第一届临时会上尾的时阵，延长7点钟，然后甲伊通过，互伊解决。搁加开一届的临时会，而且临时会后半段的部分拢是做业务报告。业务报告是正常是正式的会议内底就当进行，无需要用临时会议，毋是一个真重要的议题。结果变成第2届临时会内底真侪拢咧做啥，拢咧做政治表演。所以安尼的目前安尼的议会就是讲，伊无法度伫即个有算应该要通过任期内就对了。这种的收尾每次都要延到隔1年才进行预算审查，让它通过。另外，伫这次优质议员的部分，因为今年度的总预算并无伫去年的定期会通过，是需要召开2届临时会才通过，所以台南议会观察联盟决定将这次的优质议员重缺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